前面等候出發。One。各位競賽組女子運動員，各位早晨。今日嘅氣溫係挑戰咧就最大就係喺海中間咧有一個好大嘅水流嘅，咁啊速度都好高嘅，以我經驗就係、咁如果你冇足夠嘅能力啊，同埋嗰個嘅技術咧，去到嗰度嘅時候，好多時都會衝歪咗啦，好緊要嘅。就喚醒咗香港人對呢個維多利亞港嘅關注啦，同埋即係維多利亞港咁美麗嘅風光。咁我哋通過呢個去遊過呢個維多利亞港嘅時候咧，亦都去將呢個香港嘅旅遊呢個特質咧，可以宣傳俾全世界啦。第3次嘅維港，感覺 OK 啊！今日啲水溫陽光比之前過往好，但係水流太大，所以今次游得比較辛苦。特別逆流翻嚟嗰一段游得好出力啊！但係好有成就感啊！今次。感覺咯，同埋氛圍咯，而且可以測試下自己個水平可以去到邊個 level 咯。即係就隨住年齡嘅增長，咁即係話同埋大家一紮 friend 喺度一齊去遊，覺得嗰種意義先係最緊要咯。每個池有幾多下呢啲我全部不嬲都知嘅喺泳池入面，但係去到游海嘅時候就真係好多 unknown， 好多未知嘅因素，亦都我以為自己已經游咗一半，但係好似游嚟游去都未去到終點咁樣咯。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.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.